中国昨暗展示真侪新型的武器甲装备。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施耐德是表示讲，美军有B-21轰炸机 F-47第6代战机，通来对抗解放军哦。美国智库的专家嘛指出讲，中国除了展示军力，嘛是为着要安打解放军高层的变动，造成内部的不安。 中共93阅兵展军事实力，其中展示歼35热装战机，甲美军比拼的意思正重。共军公开战略核武，唔但恐吓台湾在内的印太地区国家，也威胁美国本土。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施耐德强势回应，强调美军无得惊，展出 B-21热装轰炸机、F-47第6代战机2大王牌加共军比冠机。 path with our modernization efforts, and I'll point to the F-47 and B-21 as being a couple of keys. Yeah, the takeaway for this is we are not deterred. You know, we will continue to stay ahead of the challenges. We will continue to find ways to advance our capabilities. 美国印太司令帕马罗去夏威夷出席日前将战纪念活动，讲到美军最高的职责是合作侵略，让必须一战会以压倒性优势得到胜利。美军也头一届伫日本部署陆战队整合防空系统、海军陆战队远征舰队操作系统，反制中共的无人机威胁。 另外一方面，美军点出国军的问题，将 AIT 武官扑向分析，国军前线部队因为等高层下令这行动反应的速度无够，恐惊影响战场的存活率。建议参考美军拍落就走，让官兵有自主判断的能力。对这代志，国军伫今年的汉光演习，严正去中心化指管，强化官兵情报收集，也个有独立作战的能力。有自主的情报收集手段，这就包括各种无人机。 另外就是让他能够有独立从事作战的能力，就是你必须要加强他的防空跟反装甲，好，这样子他才能够去在特定的区域里面去独当一面。国军爱基层官兵作战的时阵变较主动，大量采购军用双轨无人机，结合标称飞弹、刺针飞弹等单兵操作武器。学者认为，透过调整训练，有助国军连接现代化部队。记者采访报道。